来看家己布地好美丽，是这家己关上界西南边的渔村。家己大厦配合国科会计划，这2年前开始整理社区内面趴远的空地啊，甲这外来种拢除掉，整理环境。即马社区的民众大家也做回来一起。社区的职工甲家己大厦的教授，组委去检查红林树啊生长的状况。这原本是社区一个趴远的所在，经过家己大厦甲社区民众的改造。那加做民众散步运动的所在，嘛替社区当海面吹来的盐水源。资本家拢草埔啊，拢引流番无人敢入去啊。整理这片区2、3档一只，因这事实真辛苦啊。咱看到的这白千层又较高，搁一寡叶表皮的组织来减少这个盐水源的影响安尼。布地镇的好美丽是家己关上西南边的渔村。家己大厦透过国科会计划，带学生伫遮投入社区绿化、环境教育的资源。经过要3档的付出，学生伫这个渔村有哪展现学习的成果，嘛影响到在地里面。这个环境互因来带一个有一个带头作用啦所以互这个庄头感觉讲，阮阁有外单位来咧甲阮支援，甲阮关心。囡仔转去了后，因的感受就拢总无共款，知影讲，这社区就是咱真实台湾目前的状况。对咱社区的一寡议题包含讲到咱老人的议题还是讲偏远地区的一寡建设的问题伊嘛有更加深的认识。这个家己大厦甲里面做伙维护的生态食物园，内底已经有种20多种的食物。家己大厦表示，投入学校的资源，唔能甲地方斗相共，希望伫这过程中会当得到海边食物生长的研究成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